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理財八時間啦，再同大家跟進下大市嘅最新情況。恒生指數跌62點，報21,968點。分類指數方面，金融跌58點，公用升338點，地產升12點，工商跌80點。港股成交超過336億，國企指數跌80點，紅籌中資跌14點。10隻最活躍港股，恒隆集團升3毫，報43個半；友邦保險升5仙，做30個2；騰訊控股跌6個2，報247蚊；安石 A50 跌1仙，報9個5毫3；太古地產跌1毫，報25個4毫半；新地跌5毫，報112個9。跟住落嚟，我哋繼續同喺灣仔直播室嘅大唐金融集團副總裁盧志明阿 Ken 傾下先㗎。Ken 哥你好，係水永你好。喺呢一節啦，我哋傾下隻恒隆集團啊。頭先報版都見到啦，上咗10大成交榜之一㗎。咁見到嗱，之前呢就創咗近日嘅新低啦。咁主要都係因為佢被剔出呢個 MSCI 香港指數成分股有關。咁你睇嗱，換股嘅過程咧，上個禮拜5咧就完結咗啦。咁嚟自呢部分嘅沽壓消失，你睇啦佢個前景係點啊？嗱，純粹以翻前景嚟講啦，我覺得呢隻股份咧，其實管理層咧係一流嘅。咁但係剔咗出嚟之後咧，都唔排除有啲叫基金啊，或者有啲資金換馬啦。咁所以咧就係自從出咗呢個 MSCI 嘅消息要俾人剔出之後咧，個股價咧就跌咗落嚟啦。咁但係你話佢係咪一隻好比較旺長嘅股份咧？其實喺個成個行業或者係成個板塊裏邊咧，佢都唔算係一啲比較旺長嘅股份。咁我諗呢隻股份買咗入去之後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叫做要有啲耐性嘅。咁而家呢個位置啦，43個幾嘅時候咧，始終都係同高位喺50蚊嗰個位置啦，都有一個幾大嘅下跌嘅空間喺度啦。咁唔排除嚟緊啦，要突破到呢個10天移動平均線啦，咁就有機會試一試翻啦，上翻去大概45蚊呢啲咁嘅水平嘅。咁但係始終啦，個下降個形態暫時形成咗嘅時候咧，咁我諗呢一段啦，即使係搏都好啦，純粹搏一個技術性反彈先啦。即係話咧，如果就算上望咧，都係望45蚊，同現價比水位都唔係好多喎，係嘛？嗱，我諗45至46蚊啦。嗱，叻仔少少咧就係50天移動平均線啦。50天移動平均線而家就係講緊大概46蚊到。咁我諗如果真係叫技術性反彈叻仔啲啦，去到嗰個位置咧，其實壓力已經幾大嘅。好啊，咁啊傾埋另外一隻咧，都係被剔出 MSCI 香港指數成分股嘅，就係隻2038富士康。咁啊見到今日咧都係下跌㗎，咁啊而家跌緊1%，做3個8毫8。咁富士康咧，你又點睇啊？嗱，富士康早前其實係借住母公司鴻海有啲消息啦，會唔會將某部分嘅一啲生產嘅好似 iPhone 5擺翻落去富士康裏邊生產啦，就令到佢自己本身咧富士康嘅股價咧就係借住呢個消息咧就拱咗一陣上嚟。咁我自己覺得嗱，如果唔係借住呢個消息嘅話咧，其實純粹以富士康自己本身嘅一啲叫做訂單或者合約啦，咁你話係咪有機會令到股價可以大幅踢翻上嚟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一般嘅啫，基本因素面就唔算太強，因為佢自己手頭上係最多嘅合約嗰啲咧，其實係暫時處於比較弱勢少少嘅一啲嘅手機群啦，好似 Nokia 呢一批啦手機啦，咁所以你話如果唔係有母公司嘅傳聞嗰個消息嘅話咧，對佢嚟講係比較弱勢少少。咁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你即使向翻一啲叫手機股或者係向翻一啲同呢個電腦相關呢啲生產嘅一啲股份為主嘅話咧，咁我諗喺個市場裏邊咧，其實有更加多優先甚至係質素好嘅股份咧，我哋傾向咧揀翻其他一啲咧，都未必會揀富士康住嘅。好啊，咁啊，另外再傾埋啦，都係被剔出 MSCI 指數成分股嘅咧，就係隻1068宇潤食品嗱，咁啊，但係見到佢今日咧又做得唔錯喎，而家升緊1.4%，現價咧就做4個8毫4㗎。咁宇潤食品呢一隻咧又點睇啊？嗱，我諗宇潤食品其實已經俾大家都叫淡忘咗啦，唔睇過去嗰年啦，其實都幾多壞消息困擾住呢隻股份啦。咁啊，管理層嘅問題啦，一陣又係講緊啲產品上邊嘅嘢啦，咁啊令到又有一啲叫唱淡嘅消息啦。咁啊好多嘅壞消息係困擾住呢隻股份啦。咁啊跌到嚟呢啲咁啊比較低啲嘅水平啦，我諗都冇乜特別太多嘅投資者咧，會喺呢啲咁嘅位置咧就叫做係搏佢嘅性反彈啦。因為實在喺高位碌咗落嚟，碌咗嚟唔少。而家我諗即使啦係一個消費概念股都好啦，而家都係暫時投資者咧都係呢隻股份咧，就不如沾手住先啦。因為你由5蚊，我俾你搏到上6蚊嗰個位置有2成，但係我諗喺其他嘅股份身上賺2成嘅話咧，容易喺宇潤身上賺2成嘅。好啊，咁我哋再傾埋啦，就係即1618啊，中國中冶，咁啊同樣都係剔出咗 MSCI 嘅中國指數成分股啊。咁啊見到呢一隻股份啦，
就今朝早咧就一度升咗4%咁多，咁一個月低位1.3毫6，咁但係其實睇翻咧招股價6.3毫半啦，到而家為止都做得係十分之差㗎。中國中藥啦，聽講你睇下升翻4%，今日有貨可以點部署啊？嗱，我諗招完股之後到今時今日咧，未浮得翻上水面嘅長期下降嘅股份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表表者嚟㗎啦。你話有冇基本因素面？嗱，其實不斷都係講緊國內嘅基建持續係有興建或者係有好多合約啦。其實對佢嚟講咧，你見到佢同其他嘅一啲叫鐵路股或者相關嘅一啲基建股咧，其實好似一個絕緣體咁，個股價咧仍然係過4至過6，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叫09年招完股之後到今時今日上面全部都係蟹貨。第一，第二就早前幫呢個中信泰富城包咗澳洲嗰邊嗰啲合約咧，其實你話佢係咪叫做賺咗大錢咧？我覺得就一定唔係嘅啦。咁呢啲相關因素其實一路都係困擾住中國中嘢啦。咁我自己覺得冇貨投資者其實都係嗰句啦，你不如寧買當頭起，有咁多嘅基建投資股係好似講緊390、1186其他嘅1800都好啦。咁我諗中嘢嘅話咧，暫時都係唔使考慮住。咁基建股入邊咧，你睇啦，最睇好你係邊隻？嗱，如果係叫基建股裏邊咧，比較係強勢嘅，見到係390同1186，因為始終都係同鐵路相關直接關係。咁啊，再數落去咧，咁我諗再數翻落去同鐵路副線少少嘅，就1766同埋398。咁另外嗰兩隻咧，咁我諗最尾嗰隻咧先數到1800，因為呢隻咧就叫做相對地個走勢比較弱少少啦。同埋如果鐵路相關嘅一啲興建咧，對佢嚟講咧，係咪完全叫做有一個直接受惠咧？相對地比起頭先所講嘅兩三隻咧，係比較弱少少嘅。好啊，聽過。咁啊，而家有位家庭觀眾咧就等緊㗎，朱女士，佢想問隻1919中國遠洋㗎。朱女士你好，係兩位主持你好，係朱女士你好，係1919，幾錢買㗎你？3.791買。而家點辦啊？上望點啊？定幾時止蝕啦？我而家收線啦，唔該。好啊，中國遠洋1919咧，而家就升緊0.08%，做3.5毫8嘅。聽過呢一隻點睇啊？我自己覺得始終喺9月一路拱到上去，因為嗰時講緊係2個幾，拱到上4蚊啦，其實都係升咗20幾個%嘅，至30個%嘅啦。咁而家我諗借翻個市況開始有少少叫做喺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叫回吐嘅壓力喺度啦。我諗第一樣嘢一定要守穩翻近排一啲重要阻力、一啲重要支持位先啦。大概講緊就係3個4呢啲咁位置嘅，3個4至3個4毫半啦。如果守得穩嘅話，先有機會挑戰翻上面4蚊呢啲咁嘅水平。你見到4蚊嗰個位置啊，其實喺10月尾至11月初咧，做咗一個雙頂嘅形態咧，比較叫做危險少少。一定要叫突破到4蚊呢個位置咧，先有機會再望上去。咁我諗希望佢暫時唔會跌破頭先我所講個位置啦，就希望佢係一個純粹一個叫做長方形通道，大概講緊3個4毫半至4蚊呢個位置上上落落啦。如果有機會輪翻上去嘅話咧，我就會叫做熄一熄戶先嘅。好啊，聽過。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家庭觀眾咧，黃女士等緊嘅。黃女士你好，黃女士你好，你好，係想問884啊？係你好，兩位主持好。係你好，係啦。你884係抽新股抽翻嚟嘅，定係之後買入㗎？我係上市嗰日買翻嚟嘅。上市嗰日買嘅，幾錢入㗎？1.3買嘅。聽過。咁啊，旭輝控股啦，今日冇起跌，做1.3毫6。咁啊，見到上市嗰日開又開嗰1.3毫3，收啊收1.3毫1，招股價都係1.3毫3喎。咁呢一隻點睇啊？嗱，內房股近排係強勢，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但係佢基本因素面係咪一個強勢咧？就你比起其他嘅內房，尤其啲一線嚟講咧，係相對地叫做弱少少噶啦。咁還好就係話佢過咗呢2-3日之後咧，佢個股價咧可以升穿到佢自己本身嗰個招股價1.3毫3。咁我個傾向就係話嗱，第一，如果嚟緊內房股仲有多少少強勢嘅話咧，就慢慢褪上去啦。我自己對付呢啲咁嘅半新股嘅第一個方法咧，就係第一，以1成嘅目標價；第二就推上去20%，逐個10%咁推上去。咁嗱，但係留意翻一點啦，如果佢真係再跌穿翻佢自己本身嘅招股價嘅話，1.3毫3，咁我諗可以叫睇一睇。但係如果佢再跌穿翻佢早前啱啱做過低過1.2毫幾嗰啲位置咧，咁我就會離場噶啦。聽過好啊，唔該晒你咁詳盡嘅分析㗎。想問你啦，呢幾節我哋提及過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啊？冇持有嘅。好啊，唔該晒大唐金融集團副總裁盧志明阿 Ken 咁詳盡嘅分析㗎。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夠啦，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哋嘅節目內容，請登入亞洲電視網站，聽日再同大家見面。